一輩子別無所求，但求能找到個真心好友，然後長相廝守。錯過了才完全明白什麼叫做邂逅，最想愛的卻不敢追求，最需要的也不敢接受，只能夠點點頭。若意境一發不收，數十年後方醒覺，他是最蠢的理由。怕世界未能承受，怕會將失去所有。從來沒有試過自由，為何沒法放自己走？人一生只得一次，要怎麼花它都可以。每一個佢聖經所說是上帝的孩子，誰亦有權利愛着誰，無需乞討寬恕。若再返得到從前，要勇敢一點。只許活這一次，靠遮掩經已沒意義。每種愛神都會在意，並沒次等孩子。如願意卸下那面具，將真身重現，仲有幾多個10年？是非由他們說。一生只得一次，要怎麼花它都可以。每一個據聖經所說是上帝的孩子，誰亦有權利愛着誰，無需乞討寬恕。若再返得到從前，要勇敢一點。只許活這一次，靠遮掩經已沒意義。每種愛神都會在意，並沒次等孩子。如願意卸下那面具，能否更新重現？仲有幾多個10年？是非由他別像昨天一個少年，連自己也